按揉攒竹穴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马飞，出来一下。笑什么？不笑什么？来，坐舱，出来一下。4、5、6、7、8、2、3。明明是老师口误。那你的情书被没收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罚站，总不是口误吧？哎呀，承认吧，在你心里，马丽丽就是比我女人。我早就想跟你说了，哎，哥们儿早恋也就罢了，咱们的审美能不能不要这么的庸俗？那我还想跟你说呢，姐们失恋也就算了，看男人的眼光能不能别那么稀烂？哎呀，是啊，我看人的眼光怎么就那么烂？原来有的人呢，不喜欢也可以牵手，有的人呢，不喜欢也可以拥抱，不喜欢也可以表白，可以接吻，可以……难怪他会那么勉强。他是混蛋。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？我现在怀疑，勇敢到底对不对？总是把自己像个炮弹一样毫无保留的扔出去，结果炸得自己头破血流。那也好过当个哑炮，自己五脏六腑都炸烂了，别人还什么都不知道。爱情挺惨烈啊，我只想找个对的人，好好的去爱。但是问题是，什么才是对的人呢？可能就是一个跟他相处起来很舒服，可以自由自在做自己的人。那个人就是你啊，还有 Sunny 啊。啊，照你这么说，我压根没必要谈恋爱，不有你们俩就够了。就想拿你这个消极的心态来传递给我。哦，想托我陪你一起住养老院吧？第二位半价啊？安卓没演过。你少来，血是烫一泡的。真的，你是我认识最勇敢的人，从小就是。我一直都挺羡慕你的。我记得我刚转学那会儿，当时的班主任经常无缘无故拖堂，全班同学都敢怒不敢言，只有你一个人据理力争，还愣是说不过你。后来只能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答应以后再也不拖堂了。有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哈，全班选班长，那你们还选别人？一个班的白眼狼。那么在乎人缘吧？可是我在乎公平。说到人缘，谁有你厉害啊？你还记不记得隔壁班的那个女孩，好喜欢你啊！每次下课就跑到我们班来管你借本，还来的时候里面全都是小纸条。我怎么不记得啊？有这事吗？说点什么呀，艾若曼，真的太尴尬了，从来没有这么亲密过。他面黑心冷的，不会是生气了吧？怎么说呀？不好意思，昨晚喝多了。多么猥琐的开场白！他生气的时候不会板着脸不说话，应该哇啦哇啦骂我才对啊。那个今早起来发现咱俩竟然躺在一起，这个也没好到哪儿去。难道这是比生气更严重的抗拒方式？
公司的车停在外面了，你是回家还是去诊所？我来接你啦。哎，亲爱的，还不是你让人家谈恋爱的？那是建立在我先赢的基础上，那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人道主义关怀。现在可好，一夜之间胜负倒转，我竟然成了一个失败者。哎，我在他面前什么都跟他说，就像口井一样，永远张着嘴。他可倒好，有了女朋友都不告诉我。你知不知道我在机场受了多大刺激啊？哦，所以你就拉着脸扔下他们两个人，一个人走了？难道我还要单膝跪地献上一首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吗？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啊，难道是因为经过上海那一晚，你对路飞有了不一样的情愫吗？呵呵，两个人喝多了睡在一起，比睡在保险柜里还安全呢，我情什么愫啊？50年之后，我去世在养老院，他过来给我立个碑，上面刻着他绝对不会爱我，我情什么愫？人家的超短裙小女友分分钟秀恩爱，秀我一脸，我情什么愫？我当小三上瘾啊！我啊！难怪他不肯让我见他的朋友，难怪他不让我去他住的地方。现在都明白了，都通了。把这些不开心的事情统统冲掉，把这些臭男人统统冲掉。喂，现在吗？好，一会儿见。这是收据，明天来拿手机。谢谢。现在的人呀，连半天都离不开手机，所以啊，我们特意给客人准备了一些急用机，拿一个吧，都是免费的。要不要给安卓机会，让他联系到我？是，他会跟我说什么？于是哦，不用了，你说的没错，我们不能太依赖手机，这是病。万一他背叛了我怎么办？啊，没，不至于吧？
找我什么事？我跟你一样，都是痛快人，我就不绕圈子了啊。张静，也就是安卓的女朋友，想必你已经见过了吧？她是我现在的同事。我之所以能那么快的离职，现在你已经知道原因了。张静能找到你们住的酒店，想必你也不难理解了吧？果然，女人加爱情等于福尔摩斯。我只是不知道，原来你这么恨我。错，我一点都不恨你。相反呢，我觉得你是个不错的人，所以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被渣男欺骗。你现在已经不是情感上当的黄金期了。我知道现在你很丢脸，但是你也让我丢脸过呀，所以我们扯平了。总之呢，安卓的面具我已经帮你撕下来了，具体要怎么做，你自己决定吧。飞哥，下班啦。我妈刚刚给我打电话，说姥姥已经转到普通病房了，让我们别担心。那挺好的。我爸要了杨医生的电话，我联系他了，他说他今天晚上有时间，我想请你们吃饭，你有空吗？你去吧，我有点累了，想早点休息。我知道你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。我跟杨医生没见过面，我俩也第一次吃饭，估计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估计杨医生知道你不去，他也就不想来了。杨医生他也特别的忙，他说他就只有今天有时间。不过你实在是太累了的话，我们就取消，我以后再约他就行了。那既然都约了，我不去也不合适，那就一起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快点吃，然后让你早点回家休息。好，我去换衣服啊。我们到这附近了。哦，没事儿，那你先忙，病人要紧，咱们下次再约吧。好嘞。他来不了啦。有个急诊。你们医生都是最忙最累的。那我们回去吧。来都来了，要不吃点东西吧？但是我看你很累嘞。啊，不然我们可以简单吃一点，然后去电影院。你这样子困了的话，就可以在电影院随时睡一觉。也行，走吧。这些都是爱情电影，路飞丢给我的硬盘里拷了些什么鬼东西？我能听你说话吗？我就咱们俩人，南京御餐厅真的，今天晚上7点，不见不散啊！不要。困了可以睡啊。你继续看吧，我先回了。啊？嘘，继续看完，这样就别了。你一起回吧。你留着吧，我想一个人见见。
真的哭不出来。一想到以后我不用再刻意装嫩，挑战生理极限，顾及经济差距，跟八卦同事斗嘴，我不仅哭不出来，还有点想笑，是怎么回事？我竟然感觉到了一丝轻松，又是怎么回事？不会恋爱就算了，现在好像连失恋都不会了。仅仅1天，伤口似乎就痊愈了。是我被时间变成了铁石心肠，还是我根本就误会了爱情？我的礼物呢？手链。你干嘛给我买这么贵的礼物啊？最初的一小口温柔，在胃里融化的高中10年毕业，一块块一口口一点点吃透。你有没有什么能拯救？有没有什么能保留？无限期、无理由、无条件拥有。我们俩就手牵着手，肩并着肩，那很久却开不了大的爱情生涯。不舍得，不愿意，不想要放手。感谢天，感谢总是会从最初渴求发展到最后一牵手。是我唱的吗？记得还说过不，我怎么不记得了？谁还不爱得上？这是我的生日惊喜，对不对？是你的恶作剧？执着的谍战剧里搞录音剪辑的那套坑人的，一点儿都不好笑。切！就能得到宠你的笑。你玩真的？谁还不曾爱得像个小朋友？你想干什么？你给我听这个干什么？都是喝多了的醉话。你想我履约啊？你又不是不知道自己什么德行，你为什么要祸害我？你不结婚，你自己谈个什么鬼恋爱？这12年的友情，你不想要了是吧？你我们以后怎么面对彼此？同学们，我离婚了。你们说男女间有没有纯粹的友情？没有，只有奸情。也不是那么绝对吧？你干什么？你疯了！我没有看不上你，我不是不爱你，我一直都……说出来，连朋友都做不成。原来你看不上我，不是指责，而是提醒。我不爱你，所以你也不要爱我。哎，来了，你去哪儿了？我都比你先回来，你不是说想早点回家休息吗？
我在外边散了会儿步。散步干嘛不让我陪你啊？晴晴，咱们谈谈吧。你饿不饿？要不要吃面啊？我去煮碗面给你吃。你就坐在那儿，咱们两个好好聊一聊。哎呀，其实我早就困了。既然你已经回来了，那我就回去休息了。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。晚安。这款到时候我们会再做一些调整，回头我会把方案再拿给你们看。你看怎么样？可以。再翻。哎，小爱，快来，出差辛苦了。艾总巴不得多出差呢吧？老板，我有事情想和你单独聊一下。那行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快坐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我跟你说啊，集团总部弄了一个管培生计划，让各个区域推荐人。你觉得咱们这一次新来的员工里头有谁表现的还不错？我觉得安卓还可以，要不要推荐他？这我觉得比当店长强多了。从工作能力上来讲，安卓的确可以胜任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这次管培生要先调回到集团总部，然后再分配下来。如果调不回来，你们可就成异地恋了啊！工作是工作，你不用考虑那么多。我又帮你看了一套房子，是跟一个女孩合租，图片看着不错，我已经转到你手机上了。等下了班，我陪你去实地看看，满意的话尽快定下来。知道了。陆医生，主任让你过去找他一下。好嘞，我先去了。你又忙着工作，错过午饭了吧？你胃不好，还是得按时吃饭。我接到人事部电话了，谢谢你。
谢谢你能不计前嫌推荐我做管培生，但是我不想接受。无所谓，我对事不对人。我只是没想到，我伤害了你，你还能赞许我的优点，我还能鞭策你的缺点。安卓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在职场上，滥用感情是最低级的行为。我承认，你很有魅力，你很懂女人的心，你嘴甜，心细，受欢迎。你有才华，肯努力，会来事儿，但你把这所有的天赋，全变成了你别有用心的武器。就连工作中的默契、配合、心意相通、互相欣赏，这所有的一切在我心中都是非常珍贵的，但是在你心中呢，全部都是游戏中的一些工具罢了。这样去伤害别人的内心，你这里不会痛吗？我当然会痛了。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对你的好感和关心都是真的。同样的伎俩，你现在还在用，你是在鄙视我的智商，还是在鄙视你自己？你觉得我会信吗？我是人中哈士奇吗？我可以让你一骗再骗。张晋到上海是因为我跟他说了分手，我喜欢的人是你，我想跟你在一起。劈腿就是劈腿，你以为你选择了我，我就会觉得很光荣是吗？对不起，我知道是我的错，我也不想这样，我也很怕伤害你。你同时伤害2个人，你就不要在我面前再去演情圣了好吗？你非得把话说这么难听吗？是你把事情做得这么难看。你现在能为了我去背叛你的女朋友，将来有一天你就会为了别人来背叛我。不是圆规，我不会一直劈腿。不好意思，你现在在我心里已经没有信任了。你不要再自取其辱，你说的每一句话对我来说都是笑话。这个也是笑话，对吗？这个也是自取其辱，对吗？你知道在上海我是怎么过的吗？我度秒如年。我知道你不想见我，但我怕你出事，我只能打给路飞，我只能让别的男人照顾你。回北京的机票，我们俩座位是挨着的。我怕你看见我心烦，我改签。我有多怕伤害你，就有多想靠近你。你给我推荐工作，我拒绝了。你借我钱，我还了。我把你名字纹在我身上，你还要我怎么做？我怎么做让你相信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？你要我从这儿跳下去吗？你疯了！你干什么？你疯了！不要这样吓唬我！若曼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你不在的日子，你不知道我是怎么过的。我太想你了，若曼。只要你肯把我的名字纹在你的身上，那我们就永远不会再分开了。你再相信我一次。你不要再说了。你放开我！若曼，你放开我！你离我远一点！不要再靠近我！我们需要冷静一下。你不要逼我。
爸，我是不是很可爱？是他没有眼光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家曼曼是最可爱、最优秀的，只有更优秀的男人才配得上她。曼曼，你快告诉爸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真的是我的性格很不好吗？真的是我的脾气很差吗？我以为我一直在等待爱情，不将就，但我为什么发现我好像根本就不配拥有爱情？哎，曼曼。这2天啊，别吃热的硬的东西，有什么不舒服的，随时回来检查啊。好，谢谢大夫。有事打电话。那房子图片看好了吗？下班以后过去。电话啊。喂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曼曼突然给我打电话来，哭着跟我说了一通什么婚姻呀、性格呀、爱情。说完了，他就把电话挂了。我再打过去，他就关机了。叔叔阿姨也不在北京，离着那么远，什么也不知道。哎，你知不知道曼曼怎么回事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叔叔，您别着急啊，我现在去找他。哎，挂了。哎，什么事儿啊？你着急出去啊？急事儿啊？什么急事儿啊？不去看房子啦？喂，三弟，你知不知道曼曼在哪？哎，他还说从上海回来给我打电话呢，到现在还没给我打呀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好，小姐，欢迎光临。我们店有几款特惠车，经济又实惠，需要我为您推荐一下吗？好啊，谢谢。哎，请往这边走。请问这里的车都能贷款吗？哦，可以的。您看中哪一款车，我为您算一下。看这辆。小姐，您的气质真好。一般长得漂亮的容易没有气质，有气质的呢，容易五官有瑕疵。像您这样又漂亮又有气质，还有品味的，真是凤毛麟角。谢谢。您看一下。还好有购物帮我找回自信。销售员的赞美虽然浮夸，但我起码清楚，他图的是业绩，而男人的赞美，才真的是复杂难懂。您请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拿手机。我才来，差点忘了。手机这么重要的东西都能忘了，你就不着急用啊？没人找你？
看看，天真想着做热闹，没耽误事吧？还在生气呢？我跟青青的事儿，我以后跟你详细说。干嘛关机不理？你给我回信。爸给我打电话了，都很担心。到底没事吧？没事。我撞玻璃门上了，看出来了，有点晕。送你去医院吧。哎呀，你还挺能吓唬人的啊！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告诉我啊？我在上海的时候就给你打电话了，你没接。啊？有吗？哦，哎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晚上宝贝不舒服，哭了一宿啊，我可能没听见，也可能漏接了。你再给我讲讲安卓到底怎么回事儿？劈腿？不是，那他就是那种纯粹骗感情的渣男啊？不是？哎，那你真的不准备给他机会了？我觉得他也不是一无是处吧。切，我们要吃饭了啊，不好意思。别呀，我还没打完呢，你怎么就给挂了？你有病吧？你以后少跟这种人来往吧。他是我朋友，调哥。什么朋友？一点都不知道站在你的角度考虑问题，自私自利。不知道你带孩子辛苦吗？还大半夜给你打电话。哦，那天电话是你挂的吧？老公，他失恋了，多可怜啊！哎，老婆，你们现在已经站在人生的2个阶段了，别跟着掺和他那些破事儿。上回他害你差点把孩子生在马路上，我还没翻篇呢。你有完没完啊？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？人家现在在家带孩子，要没点八卦，我还活不活了我？哎呀，手都没有。哎，给，我去。看到了吗？卡龙现在都还没回来。哎呀，人家最好的朋友失踪了，他去找，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啊。他失踪了，应该他男朋友去找啊，凭什么让我男朋友东奔西跑啊？再说，是女朋友重要还是朋友重要？生死未卜的朋友，当然比活蹦乱跳的女朋友重要了。哎，你别忘了，是你单方面宣告他是你男朋友，自己留点余地，别太过了啊！就是因为不理直气壮，才憋着身子不当问的。你能不跟个深闺怨妇似的行吗？懂点事儿，大气点。都错了，路飞从上海回来以后就觉得不对劲儿，你要是再作，把他作到单方面辟谣，哭都没地儿哭去。啊！我怎么那么弱势群体呀？哎呀，行了，好好吃饭啊，然后用你从我这儿香香的，睡个好觉啊！这次解放男人就是解放自己。喂，我找到他了，现在还不能回去。飞哥，我人有点不舒服，怎么了？我在朋友那儿买的香皂洗脸，好像过敏了。
什么症状？我的脸现在全部都红肿了，你待会儿能不能回来带我去医院啊？你能不能打车到医院来？我在这边。那你别管我好了。明明自己就有男朋友，还要抢别人的男朋友，太过分了。你是不是还有事啊？你要有事你就去忙吧，我没事，我自己可以。师傅，麻烦快点。你这个属于皮下血肿，擦点药应该。要不然还是拍个片子吧，心里踏实点。没那么严重，头晕吗？还好。头痛吗？有一点，但我觉得不是里边疼，是外边疼。我建议啊，还是拍个片子吧。唉。今天下午，安哲来找我了。今天头都这样了，就别聊这个话题了吧。你帮我分析分析，我现在该怎么处理？再不说出来，我都快憋死了。说吧。安哲的意思呢，是他要跟他的女朋友分手，选择我。那你的意思呢？我的意思，我现在心里真的很乱。如果你让我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，我肯定做不到。如果就那么轻易的放弃一段感情，那是不是太不珍惜了？在感情的世界里，如果每个人都想着不付出、不妥协，想让别人来迁就自己，那最后没有几个人能得到幸福吧？这就是你用残破的脑袋想出来的答案。虽然是残脑，但不是脑残。那你的心怎么说？心，如果脑子受伤了，想不清楚问题，那就用心看看，你到底爱不爱安卓？是已经不爱了，还是现在还爱他，还是从来就没有爱过？还有，一定要分清楚好感和爱的区别。好感可以说断就断，但爱不可能说没就没。如果你觉得短短几天就可以让你不爱一个人，那你可能误解了爱情。先把最重要的问题想清楚，相信以你的智商，其他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。哥哥，我好像更加严重了，脸上起了很多小红点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你是不是有事啊？赶紧去忙吧，我自己可以的，片子很快就出来了。没事，我陪你照完片子。为什么我们两个同时生病，你把我甩在一旁，就去照顾他呀？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过敏怎么这么严重啊？你看看。我要知道为什么。现在别闹脾气了好吗？他能有你这个好朋友，真好啊！要不不要！
我只要做你的女朋友。好朋友可以有很多，女朋友只能有一个。女朋友应该比好朋友更重要才是。我非常非常不想跟你吵架，要不你先冷静一下，过一会儿我带你去医院。你连架都不愿意跟我吵，我还能更没存在感一点吗？如妈，问题不是谁对谁错，是你爱不爱我。你爱我的话，不会连机会都不给我。你是不相信我，还是不相信爱情呢？如果你觉得短短几天就可以让你不爱一个人，那你可能误解了爱情。爱还是不爱，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这么费劲，那就表示我的脸又红又肿，我还痒。龙飞哥，你开门吧，我觉得我要毁容了。帮你看看，上点药。我不哭了。感觉怎么样？凉凉的，还蛮温和的。别用手碰。明天应该就好了。嗯。首先，我要先跟你道歉，是我没有调查好安卓的个人状况，就贸然跟他在一起，真的很对不起。不用为自己开脱了，你就是一个第三者。我非常能理解你的愤怒和伤心，虽然我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但是我的出现也许影响了你们的感情，我深表歉意。够了，就算安卓被你抢走了，你们也不会幸福的。看来我得赶紧表明我的来意了，不然这杯咖啡随时会泼在我的脸上。我今天约你，不是来抢人和宣战的。别装了，如果不是你的指使，他怎么可能跟我提分手？我从来没有让他跟你分手，因为自始至终，我都不知道有你的存在。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那也改变不了结果。他已经铁了心要跟我分手，如果不是你，他怎么可能会变心？你以为他真的爱你吗？他是在利用你，他跟你在一起可以少奋斗好几年。行了，不管安卓当初接近我是为了什么，但我到现在都不愿意把他看成
一个靠抱女上司上位的卑鄙小人。我不爱他，都可以看到他的优点。你这么爱他，怎么可以用这么难听的言语来诽谤他？你说什么？你不爱他？是，我不爱他。那他知道你的想法吗？他会知道的。但是，我还是会劝他接受管培生的训练，因为我相信他有足够的能力胜任。所以，姑娘，如果你真的爱他，我倒是建议你去深圳等他，把骂我、恨我、诅咒我的时间用在爱他、理解他、信任他，试着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。不管是大三儿、小三儿还是巨三儿，都不是两个真正相爱的人的对手。你跟他吵架了？太蠢了你！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。我特别想知道他为什么大半夜把路飞哥叫去上海。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路飞哥回来之后就魂不守舍啊？真发生点什么，你能怎么着啊？啊？单方面宣告你不要路飞了？我就心里不舒服嘛。不过我又转念一想，男女之间互相看不上的朋友，咱俩不就是吗？洛曼姐她还有安卓呢，难不成还真劈腿？再说，她跟路飞哥认识10几年了，要真有点什么，早就发生了，是吧？就是，我很开心你给你的智商充值了。之前还口口声声的说路飞是禁欲系的，啊，怎么着？去了一趟上海就变成纵欲系了？啊？你要相信男人，就算心里不信，表面上也要装着信呢。哎，我还没倒出时间来问你，你去机场干什么？宣告主权啊？太冒进了！你不要处处都跟那个叫什么曼的作对。Iron Man，你听听人这名 ，Iron Man， 钢铁侠呀，弄死你不是分分钟小拇手指头一动的事儿。人俩都10几年的关系了，你呢？你要是路飞，你站哪边？我告诉你，我们男人就害怕做选择，谁要是逼我们做选择，我们就讨厌谁。我不要他讨厌我。那你就懂点事儿。路飞都快30的人了，正常男人前女友都可以开团购了，他现在只有一个异性朋友而已，并且还有男朋友，你炸什么毛啊？啊？你觉得你这样好吗？你？我改还不行吗？你要记住一个观念，路飞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。好好的闺蜜不做，你为什么要做情敌？我就不懂啊！你这是自己创造机会，逼着他做选择，懂吗？我没想跟他为敌，就是他太强太优秀了，我有点自卑。好了，我一定会努力跟他做好朋友的，放心吧。这就对了。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你太客气了。道歉应该是我请你和路飞吃饭才对。真的不用，我现在已经完全好了，不用营养品，谢谢。那个亲亲啊，我今天可能会很晚才能下班，你们俩还是别等我了。等我？不啊？好吧，晚点见。家是礼貌的衍生品，朋友找到另一半也不行。可如果你还想友谊继续下去，最好闭嘴送上祝福。鱼找鱼，虾找虾，王八才找陪衬，极品都是成都配套，不单买的。我寂寞不痒了。哥，这个周末还是去看我玩吧。晴晴，我也希望老人家能够早日康复，但是现在这个阶段，我老去你老家不合适。
若曼姐，你来了，请坐。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这什么眼神啊？你不知道我要来啊？他知道啊，他跟你开玩笑呢。好笑吗？点菜了吗？点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若曼姐，昨天晚上我的脸突然过敏了。该我跟你说不好意思，我真不知道你脸过敏了，不然我早让路飞回去陪你了。哎，你的伤不碍事了吧？我这都小伤，皮外伤，现在都看不出来了。哎，今天安卓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？昨天晚上你睡上菜了啊，多吃点东西。干嘛呀？还不让人说话了？怕我掀桌子啊？说错什么了？没有，我跟安卓分手了。啊！你怎么一副比我还吃惊的样子啊？所以说，那天在上海，路飞哥是去陪失恋的若曼姐。是。你们为什么会分手啊？行了，你就别问了。我觉得他俩挺配的。因为我能找到更好的。若曼姐，接下来你会喜欢哪种类型啊？青青啊，你放心，肯定不是你路飞哥这一款。吃饭。要不要我给你介绍相亲的对象？行了，相什么亲啊？他不喜欢这种形式，吃东西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那个小吕离婚了。听说了？为什么呀？你不知道啊？不知道。他在群里都说了，他跟他老婆就是相亲认识的，后来在一起生活，发现女方家特别爱钱，现在也是因为那点财产和条件谈不好，闹得不可开交。这种事儿啊，也不光是一个财产问题，主要还是现在社会把人的生活节奏逼得太快了，恨不得1个月就热恋，1年之内就领证。你们这些被时间偏爱、被全世界爱抚的男人，当然可以好好享受你们的黄金期啊！你们怎么能体会到我们女人被时间的大嘴巴抽着，被社会舆论的拖拉机碾压的急迫心情？